一個神秘嘅世界隱藏喺浩瀚嘅太平洋中。呢度俾潛水員封為朝聖嘅地方。島上居住住各種獨特嘅生物，佢使200年前嘅達爾文受到啟發，寫下咗驚天世界嘅生物進化論。呢個喺太平洋上充滿神秘嘅海島，亦都係最受探險家同埋科學家嘅歡迎。佢都被稱為自然界嘅最偉大嘅生物進化實驗室。呢度就係加拉帕戈斯。今日我哋嘅行程喺廣州機場出發，飛往厄瓜多爾。首先到達咗韓國首爾嘅仁川機場，跟住輾轉美國嘅亞特蘭大，最後我哋嚟到咗厄瓜多爾嘅首都基多。基多停留1晚，第2日就飛到咗呢個獨特嘅群島加拉帕戈斯。我哋呢次15日嘅加拉帕戈斯探險正式開啟。為咗揭秘呢一座神秘嘅島嶼，第一站係從聖克里斯托瓦爾島嘅碼頭開始。呢度係一座由火山熔岩鍛造嘅島嶼邊緣，隨處都可以見到海獅喺馬路邊曬太陽。呢度嘅沙灘幾乎都被海獅嘅家族霸佔咗。當呢啲海獅曬住太陽，發現咗自己肚餓，先會潛入去水中去捕食。佢哋嘅食物廣泛係以太平洋沙丁魚為主。喺黃昏嘅時候，飽餐一頓嘅海獅會再次返去岸上，伴住海風美夢一場。相比之下，呢啲紅石蟹就顯得勤奮好多。佢哋迎住洶湧嘅浪花，喺黑色嘅火山岩上邊去爬行。呢度嘅紅石蟹同埋其他嘅螃蟹唔同，佢哋好鍾意直行，亦都好鍾意踮起個腳尖喺度行。通紅嘅殼背等佢哋睇起身就好似一位戰士咁樣。而紅石蟹嘅好朋友就係呢一個外表粗獷嘅小怪獸海狸蜥。紅石蟹會幫海狸蜥清除佢身上嘅寄生蟲同埋死皮，而海狸蜥亦都會將呢一啲提供俾紅石蟹免費咁食用。聖克里斯托瓦爾島作為加拉帕戈斯最古老嘅島嶼之一，曾經使達爾文喺呢度受到啟發，寫下咗生物進化論。這個是一個以前的，看它陰影來判斷每天的時間的，這是一個樣子。島上仲保留住古老嘅時間測量工具。加拉群島最有特色嘅生物藍腳堅鳥。藍腳堅鳥嘅腳越藍，就意味着佢更加健康同埋更加擅長捕食。所以紅色嘅藍腳堅鳥喺求偶嘅時候，都會瘋狂咁展示自己嘅藍色嘅大腳。聖克里斯托瓦爾島一日嘅探秘終於結束啦。
今日係我哋8天7晚嘅船宿潛水之旅嘅開始。呢一艘 Master 嘅潛水遊艇喺加拉帕戈斯航行已經超過咗20年。這是我們的攝影裝備啊！我哋船上有16個潛水嘅小伙伴。呢邊群島嘅海洋生物同埋陸地嘅生物同樣都非常之吸引人，因為呢度係4股主要洋流嘅匯合嘅場所。密集嘅浮游生物，細許多大型嘅海洋生物都嚟到呢度去覓食。呢度你會遇到錘頭鯊、海浪、傑克爾風暴，仲有龐大嘅鯨鯊。而呢度嘅強流同埋低溫嘅潛水環境，亦都係對好多潛水員嘅一種挑戰。喺船宿之餘，我哋第2日亦都登上咗加拉帕戈斯嘅國家公園北西摩爾島。呢度係一座由火山活動形成嘅無人島。呢個島上嘅原住民大部分都係鳥類，而島上最大嘅鳥類佢就係飛行冠軍軍艦鳥。佢哋胸肌發達，而且擁有優秀嘅流線形狀。而呢一隻雄性嘅軍艦鳥正處於求偶期，佢會鼓動後部嘅紅色玉囊，並且會發出粵語嘅鳴叫聲，吸引雌性。蜥蜴亦都係呢度嘅原住居民。呢個時候有一隻綠葉蜥正喺度慢悠悠咁喺度循環。綠葉蜥其實比海狸蜥體型更加大，亦都係喺呢個群島進化而成嘅稀有品種。佢土黃色嘅皮膚係為咗適應沙地同埋岩石嘅顏色。因為綠葉蜥屬於冷血動物，需要充足嘅陽光提高佢體溫，先可以快速活動。島上嘅生物相安一世，一齊喺維護呢個家園嘅安寧。2021年嘅太平洋深處傳嚟一聲沉悶嘅轟鳴聲。美麗嘅達爾文港門倒塌咗，守護加拉帕戈斯海域萬年嘅海上神殿消失啦。或許呢個就係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。當我哋嘅遊艇緩緩咁停靠喺聖克魯斯島嘅碼頭，宣告我哋嘅潛水船宿之旅結束啦！我哋嘅第2站聖克魯斯島嘅陸地探險先啱啱開始。聖克魯斯島位於加勒比海沿岸，佢坐落於加拉帕戈斯群島嘅中心，係一座由火山噴發而成嘅島嶼。如今呢個島亦都係一個巨大嘅休眠火山。今日我哋租車嚟到阿於拉港嘅象龜農場。象龜農場位於聖克魯斯島嘅地區。象龜又名巨龜，係加拉帕戈斯最著名嘅爬行動物，亦都係地球上生存時間最長嘅脊椎動物。佢哋嘅壽命高達可以有200歲。體重亦都高達500斤。背上嘅殼係區別巨龜品種嘅根據之一，普遍分為圓頂殼
同埋馬鞍貝殼。象龜鍾意喺雨水形成嘅泥漿坑入邊打滾同埋休息，為咗保護身體免受蚊蟲嘅叮咬。象龜主要係以仙人掌、草同埋本地嘅水果為主食。穿過咗高空嘅雲霧，俯瞰聖克魯斯島嘅上空，墨綠色嘅樹林同埋仙人掌樹喺海邊茂密咁生長，灰白色嘅帕洛桑托樹幹喺一片深綠色嘅植被上邊顯得格外醒目。暮色降臨喺聖克魯斯嘅街道，呢一座群島最繁華嘅城鎮開始甦醒起來。夜市入邊兜售住島上各種特色嘅紀念品，呢啲紀念品大部分都刻印有卡拉帕戈斯特有嘅生物形象。每一件紀念品都承載住旅途中嘅島嶼記憶。清晨嘅阿約拉港嘅魚市場嘅漁民開始擺出咗各種嘅漁獲。呢一群特殊嘅顧客早已經準時喺度。海獅就好似熟客咁，佔據咗最佳嘅位置。魚市場嘅老闆熟練咁向佢投餵一啲魚腸同埋魚皮。呢啲弟婦就冇咁幸運啦，佢只能夠喺虎視眈眈咁等待時機。魚市場每一日都會上演弟婦同埋海獅爭食嘅場景。熱鬧嘅畫面吸引咗好多遊客嘅觀看，佢亦都成為島上一個好著名嘅遊客打卡地。今日我哋嚟到著名嘅海龜灣沙灘景區，通過沙灘嘅路邊生滿咗帕洛桑托樹同埋大棵嘅仙人掌樹。卡拉帕戈斯嘅仙人掌外表有好發達嘅樹幹，橫紋呈蜆殼色。成長嘅仙人掌會生滿密密麻麻嘅短嘅面毛同埋倒刺。帕洛桑托樹亦都會散發咗松香清香，彌漫咗成條嘅小徑。海龜灣沙灘係一條月弧形嘅白沙灘，雖然海水有啲冰冷同埋大浪，但都唔會影響到遊客喺海入邊嘅遊玩。沙灘到處都躺滿咗大大小小嘅海狸蜥。海狸蜥係世界上唯一可以喺海入邊活動嘅蜥蜴，佢哋主要嘅棲息喺岩石嘅海邊。雌性同埋幼體多為黑色同埋灰色。海狸蜥嘅頭上生住堅韌嘅肉刺，背上都有一條隆起嘅骨刺。聽講以前佢哋都係陸力蜥進化而嚟嘅。
仙人掌樹林嘅旁邊嘅沙灘生長住一片美麗嘅紅樹林。離開咗聖克魯斯島，探險之旅繼續向群島嘅西部進發。我哋嚟到咗伊莎貝拉島。伊莎貝拉島係加拉帕戈斯群島最大嘅島嶼，呢度亦都係群島地質最活躍、生態最野性嘅地方。火山同埋海洋喺呢度激烈咁碰撞，孕育着獨一無二嘅生命奇觀。伊莎貝拉島有2條著名嘅徒步路線，今日我哋出發其中一條謝拉萊格火山嘅路線。呢一座火山係世界上第2大嘅活火山，而今仍然喺度活躍緊。最近嘅一次火山爆發生喺2005年，鞋底就喺黑色嘅玄武岩上傳嚟咗輕微嘅脆聲。哇！看到火山啦！哇！喺山頂可以睇到熔岩同埋活火山頻發嘅噴氣孔，感受呢一座火山嘅陣陣嘅熱力。路上看到很多樹，好漂亮。山上各種奇特嘅植被，亦都係徒步路上迷人嘅風景。我哋喺路上遇見咗罕見嘅朱紅爆屋，佢哋係以燦爛如火嘅羽毛被視為南美洲嘅瑰寶，空中零度嘅身姿，彷彿舞動嘅火焰。伊莎貝拉島另一種好受歡迎嘅生物火烈鳥，加拉帕戈斯火烈鳥被譽為世界上最細嘅火烈鳥物種。佢哋好鍾意喺濕地中自由漫步，喺湖邊覓食。目前火烈鳥喺加拉帕戈斯僅存只有350隻，亦都成為咗呢片土地最瀕危嘅動物之一。聽講喺伊莎貝拉島荒涼嘅熔漿岩嘅最深處，有一道島上最特別嘅高牆，佢被當地人稱為雷牆。呢一個特別嘅路線就係伊莎貝拉島第2條著名嘅徒步路線。呢一次我哋係騎單車出發，呢一條長達8公里嘅路線，一路海邊騎行都會遇到好多嘅驚喜。路兩邊係紅樹林同埋白沙灘，一路上亦都會遇見好多喺路邊緩慢咁爬行嘅象龜。終於，我哋嚟到咗呢度高6米、長100米嘅石牆。佢係由2戰期間俾流放嘅罪犯徒步咁搬運火山岩石堆砌而成嘅。每一塊玄武岩石都凝住着當日烈日
鹽烤下嘅血淚，因此亦都被當地人稱為眼淚之牆。佢亦都係我哋成條路線嘅終點。今日我去尋覓呢度好特別嘅生物企鵝。原本生活喺南極嘅企鵝，此刻卻成群結隊咁喺赤道嘅岩石中爬。呢一啲加拉帕戈斯嘅企鵝，好多年前佢哋係隨住秘魯嘅洋流，係由南極嘅北部遷移過嚟。而企鵝所處嘅地方正係維里亞米爾港，呢度亦都係一個知名嘅浮潛點。呢度係火山噴發後形成嘅類似通道嘅空間。喺岸邊徒步，有時候會睇到好多相互依靠嘅海狸蜥。海入邊亦都有好多2米長嘅白鰭鯊喺入邊棲息。幾隻南腳堅鳥悠閒咁蹲守喺岩石邊。即使呢度嘅海水水溫只有20度，亦都阻擋唔住浮潛嘅遊客對於睇海洋生物嘅好奇。我哋喺岩石嘅通道浮潛嘅時候，遇到咗幾隻海獅。好奇嘅海獅一直喺我哋身邊一齊遊玩，一群群嘅白鰭鯊喺海床底休息，非常之壯觀。伊莎貝拉島以壯麗嘅火山口同埋獨特嘅岩石結構，成為咗世界上呢啲最獨特生物嘅棲息地。6天島上嘅探秘旅程喺伊莎貝拉島畫上咗句號。我重新返到厄瓜多爾，搭乘回國嘅航班。呢一座南美大陸最古老嘅首都厄瓜多爾基多，係世界上海拔第2高嘅首都。佢承載住豐富嘅殖民時代嘅遺風，教堂塔樓同埋火山群峰相繞呼應，喺無光中漸漸咁褪去咗鋒芒嘅基多。美麗嘅夜晚亦都保持佢嘅熱情。呢一座由火山圍繞嘅城市，燈光輝煌，正喺度用最完美嘅夜晚為過往嘅遊客縫製溫柔嘅記憶。黃昏為呢場探險拉上帷幕。喺呢個奇蹟般充滿神秘嘅加拉帕戈斯島，每一寸土地嘅野性呼喚，同埋每個生命跳動嘅歡悅，都鑄成咗呢一次探險嘅朝聖之路。而呢啲經歷都會指引我哋進行下一次新嘅旅程。